有冇人同你講過學校市場好難入㗎？佢哋有固定供應商嘅。係啊，呢句説話係真嘅，但係佢冇講完。我係做咗20年學校採購研究嘅 Ronnie，專門幫中小企拆解入學校市場嘅潛規則，令佢哋更短嘅路徑、更快嘅速度打入學校市場。今日我想同你分享3個入學校市場嘅潛規則，90% 嘅供應商都唔會知道嘅喎，所以一直都入唔到咯。第一，學校唔係唔需要你啊，係佢唔知你嘅存在啫。係學校有固定供應商。好多學校嘅文具啊、IT 設備啊、清潔啊，年嘅供應商都差唔多同一批，但係你又知唔知道點解佢哋要用固定供應商？唔係因為學校唔要新供應商，係因為冇新供應商出現啊嘛。第二，學校喺制度上咧係規定要揾你嘅，因為香港嘅學校係政府資助下運作嘅，有採購嘅合約要求嘅。學校咧唔係永遠用同一個供應商。佢哋係要交 report 記俾政府比較價錢啦，同埋講到明點解我要用呢間供應商。所以咧，固定供應商嘅意思係暫時佢未揾到最好嘅選擇咯，唔係唔收新人啦。所以你嘅出現就係佢哋等緊個選擇咯。更重要嘅係，固定供應商代表啲乜嘢啊？學校嘅預算係穩定噶嘛，佢哋每年買嘅嘢都差唔多，每年嘅預算都會有嘅。你入去其實唔係搶一單半單嘅生意啊，係進入一個每年都有穩定嘅收入來源嘅市場啊。所以正確嘅問題唔係我入唔入到，而係我用咩方法喺佢哋面前出現啊。如果你都想知道更加多學校市場嘅潛規則，4月份我哋會有個 webinar 專門講解入學校市場嘅完整路線圖，帶你逐步拆解點樣打入學校市場。有興趣嘅而家即刻撳入下邊條 link 報名，名額只係得30個啫，先到先得，到時見，拜拜。